我隻腳好痛啊！即係內側嗰度係比較有少少攰同埋痛。跟個仔女好少出邊啦，變咗自己成日喺屋企。佢最大影響咧就係上落樓梯，又冇力，企又唔得，行又唔得。睇電視睇到你哋個產品，咁我就想嚟試下。跟住試咗之後咧，又唔係幾痛喎。跟住一路咁戴咗2年，而家覺得咧直情行路就唔痛啦。由骨科醫生設計嘅 K39D 膝矯形器，非介入性冇副作用，有效打開膝蓋內側空隙，矯正力線，減少骨磨骨造成嘅疼痛。超過5000位成功案例，以下係病人真實見證。望到隻腳度咧，好似係直咗啲嘅。打4年比對嗰啲 X 光咧，4年同而家咧差嗰隻腳咧，條罅擘咗開咗少少咯，就好好多嘅。我而家喺我基本上我唔使去扶拐杖，改變好好多。起碼我而家就算我喺屋企帶呢個架，我都行到。咁嚟試咧，大約1個禮拜，即係講真，感覺係好好，真係幫到手，唔使用手術，可以行路。幫助好大啊！行路有力，上樓梯咧好方便，同以前完全唔同，可以行好遠噶啦。咁經常可以去埋第二度旅行都得。萬德幫到我，仲唔快啲嚟預約免費試戴？